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，因为他想说我万一以后真的没什么工作，他说我可以走演艺圈是最好。那你意思是说我没什么工作才来演艺圈的，是不是？比赛嘞，你干嘛？肚子痛啊？你要一直说我像怀孕，哪有？是哪有？我讲很小声的呢，都被我偷听到了啦！我还抱人家看呢。闹热大力腿，闹热强下来。观众朋友啊，哇，今日超級啊！哦，特别出去咯。係咪？今日怎麼啊產生呢冠軍呢？呢比賽咋哈？一個一冠軍，喂，獎落誰家呢？唔好進退咯，今日當前菜哦。唔好講啊，冇交代你咯，哈。積分賽比賽規則，每禮拜由無抽樣嘅主題，參賽者自家選稿嘅，經過6禮拜嘅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，就可以進入到贏冠軍嘅比賽。今晡日嘅評審先生有一家樹先生、齊澤偉先生、齊思飛先生、羅桂麗先生。李先生要嚟送到幾年哦？今日還有評分那個什麼規則嘛？有啊，有主題嘛？今日主題是吼，青木橋中好多景點到新創嘅決鬥，所以參加嘅朋友吼，甚至是親景點嘅歌。還有藝術呢，新寫嘅、新創嘅，兩首歌用辦法給牽起來。最重要，這是個人的技巧問題啦。對。如法都做得好噶，張做冠軍嘛。好，冠軍，嘿，好，加油！是這樣。哇，而家嘅分數大家都差唔多。你差唔多差0點多0點多這樣子。對呀，所以加油！來，吉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超特湖帶來客家母親河，然後搶水名人水。來，彈講啦嚇。第一條路比賽以來，最為感謝就係我爸爸媽媽、老親朋好友，多謝佢哋本愛支持和鼓勵，我將要發圖比到最後一關。今晡日嘅比賽，我一定會拿出我最好嘅表現，唔會本大家失望，加油！延绵穿插嘅河水，往前嘅沉睡在天光嘅心懷裏，激動仰望客家之體，子孫數報應，向火來重生，錯失天公母親嘅年歲，流啊流，流啊流。流出客家硬頸勁，流出客家血馬情。流啊流，流啊流，流出客家堅心，流出客家彩萍。天公母親河，天公。親河，天公母親河，幸福相傳，是可以家親。
是娘两云难忘的情谊，两人的世界，长春的记忆，层层落海，甜美的滋味。五月桐花花开，落满天，花香最艳丽。希望时光飞走，因爱相识当初最彩美丽的香味。但愿5月4，桐花花开，你无伊相喜爱。原谅在梦中重游旧时天。梦里，梦想空流飞，在爱心里，青春绵醉。哎呦，泰语哥哥，哎。慧君阿姊，你好。哇你好，你好。对有那个嗓音吼，音色咧越冲越强呢。哦。哎呀，越冲越响音啊。哎呀。哦，我紧张吗？唔会紧张哈。反正抽丁派，看样我比没听名啊。对。哎呀，因為而家可以睇有個粉絲也目前排名。你有酸冇嗎？酸啊？你有酸嗎？爸爸有酸吧？有嗎？冇啊，爸爸沒啊，爸爸也沒有，爸爸講嘿聽唔明。聽名。聽名。爸爸揸筆改吧，揸筆改吧。哎呀，聽名。然後旁邊是媽媽。爸爸每一次都比賽，每一次都陪你來。每一場都到。對啊。有什麼話要跟你爸爸說一下？對，我其實真的很感謝我的爸爸，因為他其實想說我萬一以後真的沒什麼工作，他說我可以走演藝圈是最好的。啊？對，希望我可以走演藝圈。沒什麼工作，然後走演藝。因為我爸爸跟我講，那你意思是說我沒什麼工作才來演藝圈的，是不是？沒，因為我爸爸說我那些水泥鋼筋那些又搬不動。哦。對，然後他說我劈腿又劈不下。對。所以現在只剩下唱歌。他說我現在唯一的就只剩下唱歌跟彈琴。他說以後沒工作還可以當欣賞之類的，當老師教一下之類的。哎，你真的想很遠。所以你們也是沒工作才來當老師，對。冇條路啊，要彈琴啊。冇條路啊。反正就是如果沒有其他的工作，就來當演藝圈的，對不對？如果你們未來還想冇到以後的條路，你就得報名，然後你打入去。好啦，嘿。好，老師問爸爸轉嚟，好。懂肉身啦，等一下。對，很可愛。好啦，聽講評，可能給你充分用版哈，葉老師。好，都我那講，還是感覺講你嘅條件，你真的有那個條件做到冠軍，不過你過程當中你有傾倒，而且進步的哈。來講，在經典這個第一首歌跟哈嘎母親河這個地方哈，第一句流啊流，流啊，它是點的啊，然後流出哈嘎那個味道，哈嘎你要切出來啊。流啊流，流啊流，流出哈嘎硬強勁，流出哈嘎顯馬氣。所以你唱歌做唔得講，嗌出來上好做好的，你表情都冇做出來啊。所以這個是經典嘅部分啦。好，過來是你嘅新歌兩部分。新歌一下歌，他感覺是隆起冇 Q 動哦，你沒有跟着身體完全沒有跟着走，這有很多東西唱歌它因為它是1倍的速度，你的身體嘅動作就會做1倍嘅動作，這些小地方唱歌是第一秒。你要把唱歌當成最重要的東西，把整個全部的表達，包括舞台的動作，全部加在一起。你這樣做的，都做第一秒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沈夢先生。好，阿妹，今晚你先忙好看本書，好，都要親密這樣的統計，好唔好？係啊，好。先休息一下了。休息一下。好，好吧，好。同台感。鬆一口氣了哈。好的，可以做休息哈。
对，海味。曾志怡带来丰田不负苦心人，还有万发不提最伟大。我嚟谈过啦。一开始要报名参加流行歌曲的比赛，很非常的挑战自家。还记得提牌比赛的时节真紧张，到今年了一关，经过千多摆的挑战还有比赛了后呢，出个了只舞台，爱好许多千多的东西。希望今年做得带本大家唔强嘅爱。人生是海浪，又高也又大，一时路难爱原来，有心不怕风狂已有态，有心不惊天寒一条塞，为到将来，为到命丧。千辛万苦也爱开，啊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丰田不负苦心人。并本万法，了解习惯，从来无变化。偷偷捏捏，根本隐瞒。爱嘅童年，才万法种种态。还记得有人在教室。下了一句话，万法不提最美态。再一次中了句话，记在心袋。万法不提最美态，记得你的。因为唱的歌应景啦，系嘛？佢好看漫画书嘛？有啊，拄好创作人刚输出来的。对啊，开启一个歌场嘛。好，唐公给没有带了加分题没？哦，还有加分题。
今天还有加分题啊。额外的才艺表演。真的吗？你之前答应过安的呢？你答应过嘞。之前有一啲神团啊，然后创业嘅花旦嘅。冇，金兵你好加劈腿。加劈腿。你用戏曲的那一种的你腔调讲下金兵的心情好冇？真劲清劲中啊，就随缘啦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劈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今日真劲清劲中啊，今爱就随缘啦。哇！你虽然叫佢劈腿啦。啊，也激发代表人今的心情嘿。面都缝嘞，白色咩？系啊。面都缝诶！你今日唱歌冇条款人的咧，冇啦哈。因咪从诶比赛啊吼，用做切的用诶。今日懂问呢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今日懂问听呢。我去经典哎呦！来，谈一下欣赏的贡品啊，来。欣赏贡品啊！来咯！好啦，至于哈，今日我知道做安尼，我觉得董事下你的出唱安尼的毕业典礼腔样哈，我知道从一开始看伊比赛到了哈，我有转到一开始我看到第一摆去到了那个大擂台舞台样，那个很紧张，不过。我当电影下，有当上来讲，用白唱歌诶，用白个才艺的小女生那个感觉。不过无强样迄礼拜你伫在舞台当杯，可能属实诶，可能有你自家的风格诶，可能你看到人明星的特质诶。古时讲做做的，看到你伫在舞台当杯，容易以前较无强样的表现。我先讲金兵伊唱的两首歌曲哈，当然啦，第一首歌曲我知道，龙以前无强样当太淡，用一把吉他就唱《皇天不负苦心人》。哎，你转到最开始呢，比赛各种心情，还有你那个声音质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当然啦，可能我讲歌唱的技巧，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譬如讲，我觉得你唱的太断了。断点太多了，还有我知道那首歌曲可以再自在轻松一点点。有心不怕风狂已有态，有心不惊天寒一条塞。我觉得海军姐姐说的很好啊，你还是有在偷看我们哦，就是周切的有，还就有一种没有自信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你明明就可以唱得很好，就大声的唱出，就像你劈腿啊，就出去了。好，听一首歌曲跟腔样，听一首歌曲很适合你，因为那个音色啊，还有那首歌曲的感觉，还有包括你今天的穿搭，来吃到董事哈米来唱，然后你一直到后面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到你放轻松，那个节奏感才出来。可能小康老师在后面的节奏这么多的变化底下，你都一开始不过后半可能轻松就讲豁出去了。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好的。好，你要记住你。礼拜唱两首歌曲的心情，然后那个轻松的心情放到每一次的表演，好冇？恭喜你，毕业呗，加油！好，毕业呗，分数还蛮高的哟。用金兵一样不用强怂哦。对呀，比都要记啊，张业嘅。才熟悉舞台。因为你今天是最放松的一天。对啊，超放松。反正就是抽听派，知道了啊。就觉得最后一次随缘，随缘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期待你的分数哦。等一下了哈。谢谢。OK，回座先休息。好了，下来。替 FIFA 带了情产梦碎，还有重명百岁。来疼了哈。因为我不是客家人，参加闹热打擂台的比赛，必须付出比一般的选手多1倍的心力来练唱。感谢我的朋友。一路指导我咬字与歌唱的技巧，让我可以拼到最后一关。今天我会展现我全部的功力哦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大开眼界哦。
感觉到还没变老，让我自己拍拖那么紧来紧到，从来不是感觉到还没变老，让我自己就稳紧来紧撑。爱的阿爸在远远的天堂，嘿，阿妹伊三年唱起了歌歌，经过了很多年，不是弹吉演他马街，你讲了嘿也给命，也给命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你一听爱，臭名把世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语言臭名把世，臭名把世。阿妹你一听爱，臭名把世。阿妹你一听爱，臭名把世。阿妹你一听爱，臭名把世。哇哦！哇，糖豆哦，哎呦呦娘拢宠哎，好会生啊你呀！啊，来，站在这边。这三胞胎一次的这个比赛了，然后呢，就是，刚好这个上次的那个比赛呢，刚好就是遇到我们那个秋玲老师啊，谢谢那个秋玲老师也这个大力怎么了？然后提供哦，你是上一次比赛的时候才认识对认识秋玲老师我们秋玲老师，然后秋玲老师也很帮忙，然后这一次他就帮你找了这一些对小朋友。秋玲老师真给像小叮当用的呢，小叮去到伊个便宜嘛，我嘛可以拢嘛可编出了本。懂有心，懂有心。那我觉得我这次的比赛非常幸运，就是除了说婷婷老师一路的鼓励，然后最后也给我想了很多的好点子，包括这个长命百岁，他觉得要有一些小朋友在旁边营造这个儿孙满堂的感觉。嘿，那我觉得也蛮棒的。那刚好我一个人在台上也很紧张，这么多人我比较不会紧张。而且你替白冲夹狗哎，还没？啊，是第一次唱快歌，替白啊，所以要找很多人来助阵，来助阵一下，不然他会不知道要怎么摆。那我觉得有2个老师的加持，包括5个这个好可爱的这个小朋友，我觉得我的心就安定了不小。有打算要领养吗？也是可以的。人家都有父母亲，干嘛领养人家？对，欧贝来，对。安尼今日安尼表演，同精彩，同丰富，很完整。嘿，安尼来抢欣赏的公平，好吗？好，有请世慧老师。慧华，其实今天你很厉害哎，今天选这样的歌曲哈，然后这2首的其实落差非常大，好，非常大。那你如何把一个这么哀情的东西，然后要带到闯명박세哈，真给这个还要点功夫才行哈，因为你前面的情绪酝酿在那边，你必须要可能要断，可能1秒钟你马上要转回来，所以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不过呢，这个在这里面呢，因为你一开歌的时候 key pitch 有一点小跑掉了，比较可惜。不然你酝酿了前面的前奏了，突然之间开头少了一点点的 pitch 的音准的话，会比较可惜一点。好，然后其实我比较最喜欢的你的一句就是林达没有要压难仪那一句，好，那一句的情绪带得非常好。然后讲到闯명박세啊，其实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你第一次唱快歌，第一次唱这么比较轻松的歌曲，所以一个擅长唱抒情歌曲的人，他很容易，就是他有点难调整，在他要唱比较快歌的时候。所以闯명박세要是狗啊，国立老师下的以后哈，所以你就用边漏啊呀、记账是，其实你用讲话来唱，反而会比较容易掌握整首的情绪点。所以希望讲给表现的方式，所以有嗓子会用抒情歌的方式去表现，所以拖得太长了。好，闯명박세就断掉就好了，可是你们会拉很长。语言，闯명박세，闯명박세。
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是因为你抒情歌唱惯的关系，所以你把这样的东西把它稍微修掉，应该就会很棒。好 ，OK， 安之 C。啊，就这样，好，安尼来看一下分数啦，好不好？不是看分数。哦，对哈。我们是看了啊。他都笑你。因为我刚跟他聊天了，我说你认识我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你叫罗慈峰。罗慈峰。他说你叫朱矮君。朱矮君。还会开玩笑哎。很可爱。对，下次要来哈。你们一直看我干嘛啊？好了，下次要来啊。你干嘛打自己啊你？好，下次一起来哈，再来我们节目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啦，好，拜拜。先回座休息，那边啊，这边，hello，那一边，往那边走，好。哦，你的玩具还没捡到，他的轮胎开到爆胎，对，修理。刚开太猛，来杀了嘛你。係啦，曉啲書帶來鳳梅樓盡睇你。來看啊。他唱歌跟没有唱歌的时候是两个人。对，我觉得你没有唱歌比较疯哎。你说嘴巴的讲话比较整个人。老三哥讲，米给录观众唱的啊。哎呦，系啊。唔记杨子店的节目有唱过一条歌哎。有啊。唱好几次哦。是没歌可以挑了，是不是？你只会唱这一首的。摸了。唱歌對我來講係快樂，係放鬆，咪係一種享受。對鬧嘅比賽也幾陣嘅以來，我遇到種種嘅困難，沒有發現我自己唔拿嘅素材。不過經過100個練習，根本呢一關咪算係挑戰我自己嘅一關。阿里斯加油！春太浅。
你呀来呀给前途，上来上去真艰苦，求生拜佛真条路。哎呦哎呦，因为你爱走马街，唱歌你爱走马街，因为你爱走马街，唱歌你爱走马街，有英英真才艺，从小那么为他心阿弥陀佛，面前来的高，一高两高三小高，用板做起莫小高。有英英真才艺，从头那么为他心意。有英英真才艺，从头那么为他心意。哈利路亚。什么的？什么东西？这这后面是谁？是自己加的吧？这个已经人格分裂了哈啊！哈雷路亚是代表你现在此刻的心情吧？需要哈雷路亚一下吧。人格，我相当喜欢他哎。还是要抢高一下，因为佢可能就较文青嘛。哎呀，哎呀，节目当然好上哦，啊年纪较大啊，也有安尼节目比赛。啊，你当初有冇想过哎，来安尼节目？好玩是一个，因为没接触过剧场以外的另外一种表演的舞台，然后比第一集完以后，就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练习唱各种客家歌，算是一个练习，因为我会的歌真的不多，所以每一首歌听过，可是变成你要当比赛的表演这样来练习的时候，就会练习。要花时间去做准备表演这件事情，对那个过程我是在舞台之前的那个过程还蛮，就是会蛮百态的，对。可是，一到舞台的话，就需要全部都放掉，然后变成说现场是什么感觉，就要跟着大家的音乐或是大家的感觉这样子。但也相对就是要训练自己，就是这样静下来的。但刚刚可能太疯了。我觉得刚刚好哎。没有，还不够疯。他唱歌跟没有唱歌的时候是两个人。对，我觉得你没有唱歌比较疯哎。你说嘴巴的讲话比较整个人。好。好啦，给唐先生来听疯的来讲，不是听国立老师。他很震惊好不好？罗老师。好，丽珠，先讲疯嘛哈，今日有一个致命伤出现哦，就是忘了2段歌词，对吗哈？董大壮哦，其实整体表现来讲的话，主歌的部分很松，有点松，然后到副歌慢慢的带上来了，可是呢又还没有真的完全到位，再加上你那2段歌词的忘词，所以在分数上面就会出现一点点扣分。我个人啦。好，再来讲这专台你要说国 Q， 它的和弦很难，然后它的副歌都在低音的部分。后来我也是这首歌也是到副歌之后才听到你把 power 唱出来，有一点倒是看着越来越好的感觉。然后你那个，尤其是那几句阿弥陀佛那个高音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叠高那几句很棒，很经典。阿弥陀佛，面前来的高，一高两高三小高，用板做起莫小高。我是对你进入前3名很有信心呐。我希望说你要好好记住，就是说你自己的强项，弹吉他自弹自唱，你是你的强项，为什么不善加利用呢？尤其你自己又会写歌，在这样子的关键时刻，你应该多加利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现在是同分的阶段，搞不好1个分数上来你就拿了，你就坐上去了。
那会不会我不知道，这是我给你的衷心建议。希望下次真的看到邱丽书自弹自唱唱自己的歌的感觉，好吗 ？OK， 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要不要弹一段？这边刚好有1把。我在百合花其实只是打鼓，我不是主唱，所以要不要打一段？没有，我在打鼓的时候，我们主唱是自己弹电吉他唱，可是我在后面打只有金不硬和走马改那个段落是我有在唱，其他都是唱后面哈利路亚之类的合音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很大，是因为我第一次把我喜欢的百合花的歌，然后用我自己的母语把它转译。以后来做表演，然后是用自己的 vocal 在唱，而不是说只在后面打鼓这样。这个词也是重新填词。对，妈妈有帮忙我，因为我觉得母语归母语，就是虽然我用这首已经是台语歌了。对，我们就是百合花的音乐其实几乎都是 holofa， 对，所以我在转译成客语的时候，我不太轻易把语言这件事情乱转换，所以《正 Tiny》是我听完百合花以后，我觉得这一首是我适合把它转成我习惯念的一些文字。我倒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有一点比较漫不经心啊。你平常是很漫不经心，但是你今天更漫不经心，好像感觉你有点今天喉咙状况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因为录音那时候牛哥就说到位，其实牛哥就说你的声音怎么哑哑的，好可惜。怎么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？那最后一集了，你看这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。你看，有人最后一集才熟悉舞台的也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好了，我们先回座休息，应该不会差到哪里了。好，希望等一下分数出来有好的结果，好吗？好，安志仔回座休息。我来撒下来。哎呦，最美一笔的哦！从香曲带来爱恨给你，还有开心乐山歌。好来，躺好了哈。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之前放客家歌就来参加传统组的比赛，真幸运本来拿到冠军。以下转来挑战流行歌，歌数真多，本来变到积分赛，我也真欢喜，也真意外。今年还係最後一次嘅比賽，我會全力去拼到年度賽，為我加油哦！人生
新的体验，看见歌谣将开始改变，山谣这样呈现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意见？年轻美眉开始唱山歌，就想要开走世界，乱唱腔如何的演练？那山歌将暖世间。还三个，就三个。哎，就是爱三个，哎呦，哇！哎，观众啊，变安胎啊！苏思怡啊，佢之前有来参加过比赛啊？有啊。有啊。哦，可能也是接我还前来主持。哎，104年呀，100几哦，3年前，还有上时间。加喺度先，唔加嗰種事。貴小行年生嘛。行年生，安呀咧。高中。高中，高中啊。係啊。你還高中生呢？係啊。哦。老師們對他有印象嗎？有哈。高中了，哇靠！真的是我們就被這些小孩子追老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中間有唱歌的嘛？你阿下冇喺啲個邊上。哦，有啲邊上，哎，加扛起唱歌有啲咧，喺那邊上去。所以今日用 rap 用音係咧。用音。冇唱誒。按你算老少配啊。乜嘅老少配？不是，就是他唱他的歌啊，就是 rap 的部分由他來演繹。對對，這段音源是在 YouTube 上發現的。YouTube 是不是？啊？有冇？你 YouTube 請到嘢啊？係啊。哦。啊，你 YouTube。係開心老山歌講，每一個都觀眾唱嘅啊。哎呦。係啊，每一個有翕出來嘅。係哦，打開心老山歌就挑出來全部都觀眾誒。每一團攏觀眾唱嘅。哎呦。唔記得用時啲你節目有唱過一條歌誒。有啊，唱好幾次哦。唱好幾次，有獎金賽呀，也有比賽，對不對？啊，哦，我唱好幾次是沒歌可以挑了，是不是？代表作。你只會唱這一首的。摸啦。摸啊！哎呀，好開心的看到你回來，哎呀，很開心認識你。等聲音變好一點的時候，哈，轉大人過後，再過來。邊看啊，好嘛？一言為定哦。好嘛？好。好，安尼來聽先生的講評，那位先生，葉老師，一開做我就感覺講，你怕電器噶就電到太大，就覺得嘿，至少差半音左右，因為那麼除非你來比賽的時候，你要上台唱國家哈，你情緒冇變下來，不夠放鬆，所以你大音呢，攏是冇準。所以講，因為音調定得太低了，唱國家就感覺哎，所以一到低音你就覺得很吃力。是在講你的第二首歌唱到清後，就那個味道清後，不過沒腔中，除了都帶低音的地方，就是覺得。就長你說的，我感覺是，其實我從頭到尾一直幫你捏着，一直出冷汗。感覺講，如果你能夠再高半音的話，你整個歌曲這2首歌，通通都可以再高一點。所以呢，我感覺講，今尾對我來講，其實對你期待是清高。不過感覺今尾表現冇多我的所有老師對你的期待哦，清大爽。不過應該還不錯啦，啊，整體來講還是感覺講，哎。對啊，今天的表現也是還是不錯的哈，也希望說以後還有很多機會過來啦，就是再來
往第1名再冲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安子。讲哎就要摸第1名的哦。往第1名再冲，还是表示某第？哎呦，有分数在统计的哈。可以了，我们统计一下，你们也休息一下哈。谢谢你来参加，好不好？安子姐，没事休息，安子姐。好啦，呀，你分数来统计一下吼，分别的分数都在万人根本日流行歌曲制作的初上避免在部位哈。哇！系啊，好来，安尼休息一下，统计下来。好，现在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。今日一个到。哦，紧张，好了，马上请俺的海军的公布一下。嘿。第4名同第5名係乜人呢？来。先来恭喜得到第5名的邱德武。恭喜邱德武，今日的分數係92分，所以佢總分加起來545分，得到第5名。再来恭喜得到第4名的钟祥球。好，祥球子今日的分數係93分，所以佢總分加起來549分，所以得到第4名，恭喜兩位啊！迄安尼也開嘅第4名同第5名，你冇簡單哈。係啊，恭喜兩位，係啊，所以請兩位先企到喺旁邊，好嘛？來，好。好啊，較大雙嘅這位香曲子，今日踢親密禮拜比賽，以後勝唔到夾個入圍。係啊。係冇哎，大伯一來到，哎呦，哇，桌上就已經放了一盤。香菊姐姐的愛。愛心啊。對啊。你下一季再來比賽好不好？哎，你下一季還要再來哦，好不好？哎呀 ，OK。好，安尼來馬上公布俺亞季嘅第3名嘅乜人呢？恭喜得到第3名的謝阿妹的鄭志怡。恭喜鄭志怡，今日分數非常高，95分，總分加了551分，所以得到第3名，恭喜。啊。好，安尼就存兩位，第1名、第2名啊，按先後公布第1名嘅好嘛？按出價個。哎，出價吧。出價個。好，來。特別恭喜亞季的冠軍。恭喜喜地馬！今日佢得到94分，所以總分加了558分。啊，邱律師呢，今日有創過電池，所以佢今日分數上91分點點。啊，總分加了555分，所以今日名次第1名，恭喜3位。好，今日前3名哦。恭喜哈！啊，兩位先企喺一邊哈，好啦。做乜嘢啊？好啦，按住嚟搶先生的頒發獎品，來。先頒發第3名鄭志怡，由徐世慧老師來頒發。志怡。好來頒發第2名。許哲偉老師頒發第2名。我們來頒發冠軍獎杯。由阿公來頒發冠軍的獎品。恭喜許慧華。啊，同時呢，向俺的羅國立老師頒發5萬元的50萬元的獎金啊！哇！這個支票比較吸引我。3位應該有很多感想啊。對。哎呀，第3名先講。一開始對七嘎他冇信心。然後也常常就是落拍，然後讓老師跟得很辛苦。對，然後覺得在這個舞台上得到很多。學習很多。真的哈，而且越來越進步。你看你今天就表現得多麼穩定，對吧？哎呀，好放鬆，哇，你今天分數好高哦。好坦然自在，今天95分，今天是你最高分呢。有史以來嗎？你比他的分數，冠軍的分數還高嘞。前面但是前面的分數冇咁高，前面都萬事起頭難，慢慢來。慢慢來。哦，很樂觀，這個好啦，下一次樣來哈。下一次來比傳統組哈。好。好來，俺來請邱律師來講一下。你出來。
我记得可以讲国语吗？说的，就是讲英文嘛，第一说的。季、第二集比到后来，我记得的状态比较像是刚就初试提升的时候，听到的比较多的给的建议跟鼓励，比较是说闹热是来比唱歌，不是来比创作。所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，所以我想要在谁跟你说的？罗老师曾经说过这句话，所以我其实罗时丰老师吗，罗国立老师，对，所以我其实是对这句话印象蛮深刻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在所谓的唱歌比赛来比自己的创作歌曲，但是我愿意，也很想要分享很多我喜欢的创作者们的歌曲，所以。一直到黄天不负苦心人那一集，我必须老实说，我还蛮对不起自由姐姐。自由阿姨那时候上一集的比赛，可能我们是 PK 6强什么的，那她也是一个很短时间，就是需要准备一些歌，然后就来上场比赛，然后我看着她试音什么的那种紧张的程度，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也要就是好好的对自己的表演负责。可是偏偏黄天不负苦心人，却是我录影最，也是自己所谓的自弹自唱的时候。反而是自己摔落下来最大的一次，所以那次有挫折到？绝对是那一次挫折到我，而且是在深深提醒我，我是来表演这件事情，表演唱歌，而不是说只是来比赛。就是至于我一开始想要来这个舞台，比赛名义的一些所谓的原始动力，对，所以比到今天，我倒觉得，我就是因为身为百合花乐团成员之一，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都不分享阿 Q 丽苏的歌呢？可是对我来讲，就是百合花也是我的一份子。我平常都在后面做一些表演乐器，唱一些和声的声音，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有乐团老师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弹自唱啊、自打自唱鼓啊那些有的没的，所以谁会不想把握有乐团的时候呢？对，这是我自己。我知道今天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说罗老师他也有讲过嘛，因为其实今天这客家电视台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，你本来就可以借由这个平台来好好的发挥你的所擅长的东西啊。应该说，如果是以自己的歌来讲，我只是觉得针对一些主题，我会觉得我想要唱我喜欢的别人的歌。没有给呢，哈哈。不过我们就是喜欢你这种个性。是太硬了，不行。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长长久久哈。对。那反正有机会，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常听到你所创作一些好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。年度对啊，对，还有年度哎，这个没关系的。接着下来我们请未讲先哭的来，眼睛泛泪了哈。他刚刚讲的很好哦，你不能讲输他。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有这个闹热这个舞台，让我们不是客家人。其实因为我不是客家人，所以一路上呢练歌，我觉得也蛮辛苦的，常常练到呢过后呢唱其他歌都会打架。然后就会把不是客家歌唱成客家歌。那从我一开始比赛，其实我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。我觉得我大概应该也进不了6强。那我一开始也是想说，只是来玩一玩，没关系，进不了6强没关系。所以我前面就很轻松，到后面我就越来越紧张，因为真的进了6强。那我要感谢这一路陪我走来、支持我、鼓励我最多的婷婷老师。陈婷婷呢？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她总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跟支持，把我拉回到正方向，让我不要再想一些负面的东西太多，让我重拾信心，重拾一些感觉，再回到舞台唱歌。闹热了有这样的舞台，那给我们不是客家人也可以练习客家歌。是，那希望我之后可以把客家歌可以唱得更好。谢谢大家。对，而且更好玩的就是他不是客家人，而由也不是客家人的人来指导这个不是客家人。这整个循环呢，就是不是客家人的不是客家人，不是客家人可以了解客家，不是客家人可以。谢谢你们。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是也可以爱客家啦。是，谢谢你们爱客家。也非常感谢你这么支持客家音乐哈。谢谢。也希望你继续的发扬我们客家音乐。那2位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接再厉了。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还可以看到你们来节目比赛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马上恭请许慧华坐上卫冕者的宝位。哇，来呀！
哇，家看到那流行歌曲组哈，有感通啊，有温暖，有鼓励啊。所以安尼一路比落呀，每位参赛者心肚里也无穷样的感受嘞对，看到的参赛朋友的进步哈，真的也非常的感动啦哈。系啦，好，好，也是马上来进行那传统组的比赛啊。好，比赛之前介绍评审先生来。李秋霞先生，蔡启的先生，罗毅先生，赖明生先生。先生介绍的，今日主题嘛，该你嘛？嘿，主题咧，先生有公布吗？对，主题今日老本公布。今日做三太跳啦，哈。哦，太加轻强的哦。三太跳主要就本线啊，换除豆嘛该，迄除豆平板也落山果，也山果子。好，唔免你肯定先是个伊的哦。唔免啦，用除的啦，用线的嘛个最好的啊。好，用除的来咯，对，三太跳啦。好嘞，阿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来到舞台当中，李美金先生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今日要戴帽的吼。系啊，中央啦，中央啊，大家都戴帽。我今日特别有装安尼外套。哦，新买的。新买哦。味道今日。嘿，你个三太跳唔会强吧？马太跳对你来讲应该冇乜问题。照你讲是唔会强。系啊，大众跳人就平板是有下麻烦掉啦。用个讲平板。佢肉味清多。肉味清多，肉味清多，你做唔错润了，还有下唔错基了，还是熬死的。熬子。但是对你来讲，应该冇乜问题啦。系啊，先来出一下。好。对，先来出。剃多种。系啊，几家清强的平板。平板。我跟你就体重哦。体重好嘞。体重好嘞。好。很粗多的嘛个哈，有上1万嘛？应该50万。50万啊？应该2万咯。应该2万？唔怕。唔怕。唔怕啊！平板就抽顶发。系啦。好啦。恭喜！你们已经出道的嘿，罗山歌。你拿书诶，来谈看啊，罗山歌。来到闹热大擂台比賽，經過眾多面成嘅體驗。還有無限嘅支持和鼓勵，不管成績係如何，我還係為盡我最大努力來表演。根本係最尾一關，馬街都唔驚咧，失望創出錯，加油！此生上任又卡惨啊，传唱山歌嘞。就为下家不管上山，做着米呐，一梦哦。得大评审款哎，
两位主持。不会啦，没问题啦。评审也后来对人嘅评鉴哦，真係啊非常嘅好啊。唔可以講因為嘛，因為一開始講來參加比賽時節。係啊，個上手手啊，先生你講嘢上手手，我係冇乜咁耐呢。部門好啲嘢都現場人係鼓勵你。係啊，咁樣我讓標題個上不講佢。我要講係三個，我從來沒拖廠出來做咧。作語冇作上咩？你看你上親貼片對嘛？冇人方有嘅咧。言客家歌壇當中，乜嘢有嗱嚟啥？可能冇親手錢啦。冇啊，所以呢，突然模擬啊。繼續衝啊！所以講啊，人家電視機前面朋友，將我嚟上到做得來創到6強，都是唔是強。唔是強。真來報名。對啊。老嘢大台做比也出名咯。對，行得出名了。因為佢一開始上手手嘛，他因為講人家上樣，佢就會鼓上，鼓上嘅咪就創冇出來。係啊，後來佢就鼓上，你都問鼓好啊，鼓頭來沒有橋。係啊。啊來，談公平啦。哦，邱下先生。安尼來是金先生，老實講，見創見進步，幾種咪實在冇法度嫌佢啊嗬。雖然嘅上手比較就講下安那辣上，唔過嘅韻腳做得越好。你從按到心以來，人家創了1多種嘅韻咪咧嗬，我相信你相當嘅有經驗嘛嗬。唔過你有點講啷傾聽咧，缺點係咧啷講啊嗬。所以你因為你勇氣強用力，所以你後尾當到輸贏嘅時，感覺你嘅種嘅安那氣還不足。我請打賞，還有高音的時間哈，所以說對你來講就較實力的位哈。你像吃些上面就卡茶，但卡些時較高音咪，已經，所以你感覺你就比較較實力的哈。上音就卡茶啦。還有你，我講老三哥，你莫講嘛，古天強什麼40冇啱嘢啦，唱得順，彈得順意就好了。哈，唔過因為你聽一句傳唱山歌嘅時節，你實在是向我唱，唔要講做唔得，為客家嘅時節，所以感覺你嘅氣數起來就比較還不足的位啦，哈。還有不管上手做韻咪，還有評審快嘅時，你兩隻蔬菜有感覺你數音就不下個弱的位，哈。還會係還有機會來嘅時節，兩隻蔬菜希望你哋加油。好，係啊，講前面可能你拍翻呢前3名，前3名演出嘅時節就變啊咧，做得好唔好？好，係啊，先休息一下。分分數，係啊，分數等下當公佈，好唔好？好，安子先，好嘞，準備當頭，好嘞，安尼撒嘞，有需求。好嘞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，係來。你跟馬昌的親吻哈。對，非常幸福嘅一個誤事啊！今日做個上午慶獎。哎呀，很高貴啊！哎呦，這是貴是下邊係會仲等呢？哦，真係哈！跟對嘅導演很有交代。冇，明年上到我哋嚟講。哦，你。哎，較強出到乜嘅？老三哥。老三哥。哎呦，唔係要強啊！做嘛我強？感覺吧。哦，氣很唔足嘅嘛。係。較快衝係咪？好，安尼再看一下，看他們出到老三哥嚟。牛色牌冇？牛色歌冇？好。就這個。又第一張好了。又這個啦。哎，3個字的呢。3個字啊。有3個2個字呢。哎。擺後面還是擺前面，我不知道呢。來，恭喜出道3個字。哎呦，冇很靠彎冇。唔是彎啊。唔是彎啦，3個字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。好，安尼就談一下優秀曲嘅3個字。對。很高興鬧熱打擂台提供這個舞台，讓我學習唱山歌。感謝所有工作人員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也感謝我老公一路的支持。每次都陪我來錄影，感謝所有觀眾朋友對我的鼓勵，我會更加油。一路了。
做一下有冇嘅感想啊？我在这里很开心，交到很多朋友。哦，大家一个会友。那些是敌人还是朋友？现在是朋友。现在是朋友，以前是敌人。我没有这么想。现在没，以前不就敌人？因为我可以到这个舞台，给我这样历练，我很高兴。而家的好朋友唔可以嫌咪講，要不要比賽就冇聯絡對啊嘅。啊，我叫出去吃饭對啊，逛街。就是抽搭啊，哦，一年南條料啊。可以啊。哎呀，南投好風光哦。溫泉啊。對啊。希言路卡衝卡拉 OK 啦。有卡拉 OK。行嘞。可以啊，歡迎哦。對呀。老公不會罵。不會嗎？老公很好。對呀，老公還會送一台卡拉 OK 機給你們，我跟你講。哈是。好。好嚟，按照唐先生嚟講評哈。嚟。check 佢嘅先生。好，由小 Q 小姐哈，佢俾帶來一個三個字。其實看完比賽睇嚟以後，人心情變係改到嘅，變送改到嘅。你唱嘅時間呢，加下唱嘅時間完全就冇同樣。其實哈，越多沒關啊，你也個抗壓性要越強，唔是緊張哈。其實我相信你從一個一開始，一個淘汰賽一直到一個六強來，要按到嘅歷練啊，對你來講，3體跳來講應該就冇問題啦哈。咁樣坦白講啦，你唱嘅歌也唱得相當好，但是又感覺到講，喺你緊張嘅時間，尤其最尾嘅一個轉家鄉嘅特點，你就轉得冇親講。冇法見你前半段，你就嚟講係唱得輕順哦，但是都迷航落去。你係講都越迷啊，你係能夠越變輕鬆，你係嚴轉啊，會越強哦，唔是去嘅緊張，因為不管樣見你就會 enjoy 咪嘅水嘛，樣啊就會同你好好唱起來嚇。但是坦白講啊，唱完久以來進步也個程度嚇，加油嚇，加油！啊，謝謝老師。你真的唱得是很順啊。冇壓力咧。對，好，我哋休息一下哈。休息哈，等下電火神節哈。好來，殺下來。聽小雲。啊，歡迎小雲之來到舞台當中哈。哦，風溜溜的喎。兩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連跳那麼有眼的哦。原來上年真係很像個林美照啊。兩位主持人好。你較講出到乜嘅？我講到出到嘅樂山歌啊，樂山歌，用大家全部講樂山歌。樂山歌你唱過嗰適合啊？起不足啊。起不足。哇，個起水多啉掉就好嘅呀。冇做嘢冇功用啦。冇功用。冇你跳快啲啦，唔用下你啦，再試一次。剃刀總。好，來看一下係咪出到樂山歌咧？點兵點將。我咩當杯呀裝修好咧？那種來看下頭。大概全部都是現踢一種。彎好啦。唔是彎。有啊，出到樂山歌啊！啊，你是好高了。大事不妙了。啊！來。三個字，三個字對佢來講當輕鬆啊！佢唱三個字真好聽呢，對嘛？啊！好，安尼來聽下小雲子帶來三個字。鬧熱擂台歌數多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希望大家嘅鼓勵留支持，我未當10萬嘅練唱哦，每一擺嘅比賽我都當用心嘅準備，希望大家讓我加油。我一定會進入年度嘅總決賽哦。山
你从美照节在创安尼客家山歌用的，邓美照，邓美照。好啦，安尼小英子哦，要比落呀，即下就讲也无伊简单啦吼。系啊，系啊，吼，一路行来辛苦。嘛，迄一开始一开始俺就有动音阵来唱，系吗？想讲一路的好冲到尾。拿到好嘅成绩，然后好嘅成绩，迄嘛嘅好嘅成绩，错到清淡行去是啥呀？后尾给他报名是啥呀？我迄无选查方，今日也是大盘应该准备咗初上去咧。哟，系咪？唔错，比个 P 上副是 P 差唔多有2种，系咪？卡斯拍在重点咧。哦，这边一米几？贵安部啊，贵安部，贵安部哦，我都无说系咪？哦。我有。希望今日有好嘅成绩啦，哈。好，谢谢。安尼唐先生来公平啊咧。来，英英老师。好，基本嘅天台即我感覺嘅基本從起來上任又下量，所以可能真緊還係又下表送到咧，吼，冇本次嘅安排嘅壓力。所以其實呢個上任我亦出都當重視，因為呢個上就當合適從呢個三個，不論係呢個腔啊，或者係潤味，呢個上任來做都特別嘅好，特別嘅正，仲係講。基本嘅從嘅呢個歌詞，我感覺要注意，就係帶入嘅時間，韓國從一，比如講嘅多米上嘅米，嚇，佢嘅數音係多一，嚇，米有冇一嚇？韓國一層起來一層降嘅一，應該帶入嘅時間，顛倒為66壓上。一層就係因為練習真緊，就係你自家講嘅戲嘅問題。你係從羅山歌會講戲不足，咁講你係從三個字，你就會注意帶入嘅時間戲，肯定會控制好。好，咁樣我相信呢，你嘅嘅歌藝其實是非常棒的。沈夢，調整一下就好。沈夢先生。沈夢。好，安尼這裡休息一下哈。係啊，不用享受一下來。好嘅成績啦，好，嚟。會做休息，撒下來係乜嘢呢？歡迎林采莉。來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哎呦，用力做聲音好。今日好像跳芭蕾舞一樣誒，芭蕾舞。沒有。今日從三太跳帶來一段舞蹈，係咪？沒有。哦，沒有從誒3、5、6來從那。唔會跳舞。唔會啊，好啦，那請講唱到乜嘅？3個字。做嘛會講？從冇較好啦，就跟平板老3個字比。哦，遠米來講，感覺嗰兩種嘅跳嘅比3個字較好，就係。係。好，安尼就希望出到3個字哈。試排下嚟，試排下嚟。這個好，係啦。都抽這個，那我。哎呀，你抽那個哈。好。啊，恭喜你！有3哥2個字哎。是3哥的兒子還是3哥的老爸？兒子。你的預感呢？準嗎？挺準的。真的？好了，看一下。乾媽應該會比較擔心。歡迎。林采莉帶來。哦，3個，做得啦，做得。好，做得啦，好，來，彈歌啦啊！認真唱啊！
就不是过敏的吧？不是。好啦，唔按夾膠啦，係唔全虧死嘿嘿膠。所以講來講去，係你牙齒嘅問題較大哦。哎呀，講到牙齒都我流木跡呢。比賽你幹嘛？肚子痛啊？你要一直說我像懷孕，哪有？是哦哪有？哪你怎么有？哪有？我講很小聲的呢，都被我偷聽到了啊！我還抱人家看呢。不知不覺，今日6強，根本日係親密意思。我唔但將完成阿泰老沃客人嘅心願，我咩養過我自家，也同日嚟以來，我希望所有親朋好友嘅支持和鼓勵，愛你哋哦！山歌。小小年紀啲吼，而家表現都很好。一輪的變到佢，伊可是因為阿泰嘅關係呢。阿泰，日順嘅日馬聽哦，蠻色馬，你的色馬，色馬，色盲咧，色馬。但係客家人講做孫嘅，再孫嘅就係色馬。曾孫。曾孫啊。吃到今日有機會，今日到前3強冇？應該做得。做得啊！人嘅分數排啲到唔下啲喎，有算嘛？今晚有算啦。有啊，而家佢先上嚟上。哦，也排第一，啊！根本要衝要。安尼啊。踢啦哈。倒數還喺前面。唔踢。安尼啊。藍包啊，你聽我算啊，算豬肉用嘅算。你看啦，今晚哦，跟算下成績的分數嘛，吃東西第1名。今日嘅貂毛都拿出來。貂，那個是豬毛還是貂毛？豬毛啊！豬毛啊！不要浪費。冇菜咧，暖和。今日冇出乜問題啦嚇。有冇？冇。冇嗬，安尼應該當本啊。好，嚟聽下先生嘅講評啊嚟。李先生。林菜的小姐哈，今日我相信一路創到也來吧哈。
我相信唔是个心里应该当笃定的啦哈。但是呢，还要注意的地方係嘛呢？唔加一開口創噶，因為人家創羅山歌啊，唔創當大音咩，日起啊，嚇日起冇過啦，你想一買那樣啊，一句調聽聽咩嚇嚇。但是呢，按你去當保險咩，但是我記得點，其實你山歌啊，像山歌是羅山歌咧，哎嘛呢，較高亢一啲啲，較高浪啲嘅嗬，按你翻嚟行較不定人色啊，所以人家上見咪唔因為唔保持按大啊嗬。日大音又話，似依家客家山歌噶，有一啲啲你覺得會嫌飄啫喎。客家山歌，人味嘛，口弦啊嗬，莫數按腳，莫數按腳啊，唔會變到講唱嚟講法嗬，係願米江南。我要按呢，一下再下把嚟㗎，我要按呢音嘛嗬，嗱，因為阿音嘛嗬，絕對係開聲嘅，相當開嘛，所以你要注意一點嗬，加油哈！好，安子誰？安子再誰？看英英老師。補充哈。彩禮吼，你見唔唱嘅咧？羅山歌係講愛本意建議，就係你愛唱嘅詩啊，吼，個人嘅猥瑣。生意，因為你上任下量，吼，你量嘅時間，你嘅個人顛倒啊，吼，會下減，所以係講咬死嘅問題就係，比如講最愛彈嘅最，吼，因為佢詞同為到鼻腔共鳴，所以烏每人就係數降，吼，咁樣彈起來就下自然，韓國衝出嘅出，吼，出然係全部出，在顯下然，吼，所以數每人嘅時間到佢數降來。我相信按樣樣彈起來，你就唔會驚你嘅個人強佔起來。好，另外因為你係後生，所以係會鼓勵你。看到你唱歌，我就想到我細細嘅時間，我去比賽也係不卡嘅，你全部聽定，你當幸福，你還有乾媽，還有小媽，好，見唔到現場來讓你鼓勵，所以呢，聽錯係繼續堅持下去，繼續唱山歌。好，沈夢怡，你要按到媽啦。你這個就不是過敏了吧？不是。好啦，唔按腳腳啦，還唔全虧死腳。所以講來講去，係你牙齒嘅問題較大哦。哎呀，講到牙齒都我流木汁呢。好啦，先休息一下啦，好嘛哈？謝謝。係啦，哈，先回座休息。好，殺下嚟。黃皮好。好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觀眾朋友，還有兩位主持人，大家好。嘿，按卡獎抽到嗎？該？希望今天不要抽到老三哥。好，那我就希望你抽到。老三哥來。哪一個？老三哥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那我就選中間。中間的，好來，快下面老三哥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會吧？你要換嗎？不換。不換。很奇怪，你們怎麼都不換呢？對呀，萬一真的老三哥怎麼辦？有機會可以換。那就當做再一次學習的經驗。哦，好啦。我覺得我們兩個太會騙人了，所以他們已經不相信了。好來，出道嘛該。嘿，三國志。好，王陛下帶來三國志，彈過來。來讓熱打擂台參加比賽，讓我學習到很多外面學習不到的事情跟經驗。希望觀眾朋友跟我一樣，來學習好聽的客家歌，將優美的客家文化繼續傳承下去哦。
哇，真的，他个皮肤，董建总诶，皮唔是建总，系啊，因为我讲我皮肤嘅呢，一好多年啦，一开始就会冲平板点点，来呢节目就冲平板，今日老到客家三个做平板点点，真劲啊！冇想到讲，按做唔到讲，逐礼拜都平板啊，然后跳来跳去，还有那个落山歌，那山歌字啊，哈。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拜来的时间哈，第一拜来的时候，我说要唱平板，那制作单位说，就人家报了，你要唱老山歌跟山歌子，我就赶快学，就赶快先学，就学山歌子。那在下一半的时候，我说，那他现在是唱什么？说你要就是要轮流的顺序。我说那好很紧张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对。怎么办？所以有想要放弃吗？那时候没有。哎呦。所以我就一直向我的朋友、客家朋友请教，像刚刚我打电话向宜兰的乡亲请教那个像歌词字填、词填还是字填。赶快再做一个确认。对，所以没有赶快问。你刚刚不用打电话，这边有4位，对不对？金牌老师周的木南，看到老师会皮皮抓，真的那位也可以回不行了，他不太会。好啦，来谈一下公平啊。好，秋夏先生，下来撇下我咁講嗬，而家好多人嗬。咬字方面可能多多少少也會有嚇，上上非常浪調。咁樣就擂台比賽冇簡單，冇簡單。擂台了比那賽不見了單就是講你色彩難的時間，我感覺你嘅準音聽重，抖音啊，你的抖音非常重哈。唱山歌唔係講做唔係抖音，但是你抖咧，這個你隻素材有比較較重啲嘅啦哈。還有心跳反，可能因為會強啊，所以你的心跳反嘅時候，屬於感覺你嘅氣比較較不足嘅方面。嗱，做你下回係有機會呵，我希望你記者嘅決定你個改進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，來，先幫看本書。好，謝謝。我先幫看本書。你多想結束這一切。然後我那3張還沒拿上來呢。我就是把機會想要留給你。你請講出道嘛可以啊？我請講出，我3種都講。3種都講。3種都講。你冇出好咧，我哋本了窮肉嚟出來，不要了窮肉。你幹嘛？肚子痛啊？你们要一直說我像懷孕，哪有？哪有？我講很小聲的呢，都被我偷聽到了啊！我還抱人家看呢。好的啦，今天不是比肚子啦，如果比肚子你就贏了。你從小到大都是這樣？沒有，他以前很瘦，他說他以前很瘦，差不多窮安。真的呀，假？我是中國小姐的身材哎以前楊貴妃啦。你是受到什麼刺激變這樣？就太幸福啦。太幸福啊！老公有來嗎？沒有哎，老公不知道。都不知道你來這邊幹嘛？對，我偷偷來。其實3種係上期唔會強啦，3種係上不動力嘅，對嗎？不會怕啦。那你今天比較想唱哪一個？老山歌哎。落山歌。落山歌。好，看出到乜嘢咧？正中他的意。落山歌。今日厝規10個還無人厝到的咩？係咩？係啊，就迄個買樂透的。幸運，幸運。幸運啊！來，談一下廖瓊玉的落山歌來。很高興今天已經是錄最後一集啦，一路以來精彩刺激，戰戰兢兢。雖然很辛苦，但也是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的東西哦。可以跟很多戰友一起，已經變成了好朋友。相信我今天的表現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的，加油！
重新过比赛难脱有三个一岁长春。明天俩吹嘞，高兴啊，真痛了呐。非常好。讲这其他伊厉害啦，客家心球呢哦，嘿啊唔咩马上讲好咯咩客家人，啊是因为戴客家装，嗯，啊要讲客，后来哇，三哥也创到乒乓球，哦，特别出去表演呢，对用嘛表演呢，唔要比赛哦。表演呢，表演还可以组啦。团哦。组团呐，所以刚才就是身体冲锵锵就是的。就是干干。哎呀，喉咙使用过度，你看是上礼拜这烧声咩？嘿啊。下礼拜有较好哦，较好的。好一点点而已啊。一点点，嗯，还要保护好了，哎对呀啊，比赛有上时间做呢，那个时候读到状况模糊的时间就哇，嘿啊。对，今日清好系咪？还可以，还对啊，还可以，还不错不是理想中的。哦哦，对，嗯，不是理想中的。哎呀，那到底是怎么样啊？谈一下现场的公平啊，来，好来，安尼了教育设计哈，今日带来一个老山歌哈，当然啦，在咧咬诗方面，好容易来讲，我来咬一下客家诗，當到叫我咬唔盡嘅鹽。但是呢，佢一直比賽以來啊，我相信經過要按到慣來講，佢唱嘅歌曲方面也冇乜問題啦，就可能伊咧在咬詩方面少可嘅啦嗬。睇佢娘鄉，分娘嘅娘鄉，唔就到少唱原鄉嘅啦，這個也喺咬詩方面啦哈，當然啦也唔會同扣分，本意啲個也係客家詩嘅正確嘅咬詩音哈。再來當然唱我哈，一隻詩就是可能要小可要注意下。一歲長春。自然本身作用呢，他媽講，因為雖然講生啊，一些小可一些傻傻的呢，但是要面還是咁樣做到親講哈，再加油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，安尼就先專業啲當坐一下哈，統計一下分數，好，安尼就等一下哦，換先生統計出來，安尼名次就會出來了哈，來等一下。好，經過先生嘅安尼統計以後，安尼名次已經出來了哈。出來了。馬上這個公布，安尼也幾個第六名係乜人呢？一季吼第六名嚟恭喜王皮下。王皮下今日嘅分數非常高，伊兩個分數係96分，所以總分計到552分。哦，係恭喜。第五名呢？恭喜
叶片的林怡婷林泰国。好，今日嘅分數唔係好93分點點，所以佢嘅分數總分計到556分，恭喜林太哥。好，再來恭喜第四名，也幾個第四名，每萬人呢，我哋共下來恭喜優秀曲。好，恭喜優秀曲啊！佢嘅分數今日嘅94分，所以總分計到561分，恭喜。好。恭喜3位哈！也先搶3位，先推到我也旁邊來。到旁邊來啦哈！也是目前剩下3位啦哈。啊！好。好啦，來公布一下亞季嘅第3名係乜嘢呢？亞季第3名，我哋來共下恭喜天秀瑩。恭喜呢邊分數係94分，所以總分計到562分，恭喜秀瑩姐。第3名哈，安尼按做嚟先嚟公布亞季嘅冠軍提名係乜嘢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共下嚟恭喜亞季嘅冠軍提名林采莉。恭喜林采莉，因為分數係95分，所以加起來係570分。第2名係廖瓊勇呢，佢今日分數也比上一個96分，所以佢個總分計到566分。恭喜3位哈！感恩星球哈，辯論咧。好，阿爺先馬上嚟請安尼先生來頒發啊獎品。啊，先頒發第3名陳秀瑩呢獎品。羅英英老師頒發。恭喜恭喜！好，第2名由差別嘅先生來頒發廖瓊勇。好嘞。我哋嘅冠軍由搶到李秋霞先生。頒發獎品。林采莉。請下呢，賴英珍先生頒發58人員的獎品。冇解，唔係唔班啦，唔班啦，哇！呢個阿婆要來啦！哇，滿滿的金沙，哇，象徵的圓滿。謝謝阿婆哈，謝謝。啊，阿婆，哦，哎，還有大金子嘛。好啦，先嚟搶第3名嘅安尼秀瑩姐講一下哈。今日當歡喜拿到第3名，首先要感謝到呀客家擂台電視台有倆安好嘅舞台，本來你來倆位唱歌嘅嗬。再過來愛感謝到倆辛苦嘅評審先生哦，大家禮拜按樣公平啊，按本來你來學習到多啦，陳夢先生，還有現場嘅工作人員咩當辛苦啦嗬，辛苦，係，尤其係2位主持人啊，冇啦，大家都愛去研究嗬，還有嘅小強大樂隊，全部都當辛苦，當感謝，還有感謝所有嘅朋友。啊，工作人員大家都當辛苦哈。係什麼？我哋還會特別講一隻嘅感謝到李永祥老師。他不惜的抱病的打電話叫我去他家，他要教我，他又不惜的38公斤的身體，他還叫我說要努力，一定要真的3強。李老師，我做到了，謝謝你。好，太好了。謝謝。沒有什麼話好講，都被講完了啊。那你拿到第2名，你覺得？我很高興啊。真的嗎？對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給我的鼓勵，我會更進步的，一定。還有年度，對不對？所以亞團比賽呢，還沒有到一個終點哦，還要繼續努力下去哦。好，希望大家幫你講完。對。那我們的冠軍。簡短的這個感言，也來請下呢采莉來講一下得到冠軍那個感想。我希望製作單位本日就好唱歌人有安好嘅舞台，做得到亞當杯表現，還有辛苦嘅4位評審先生，打敗我唱歌嘅時節。
本爱嘅指头，还有爱嘅阿太。要拜爱做到诶，爱拿到体面。还有什么？爱嘅无卡人，皮爱来比赛，支持爱。还有干妈、老小妈，干妈大摆皮爱来比赛，还买动到新嘅衫服，本爱。还有小妈，都爱进六强，爱下歌词嘅世界，讲出爱，爱情什么唔得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蔡丽啊，非常的认真啦，吼，系啊，所以佢今日上有安好的成绩，恭喜你哈，也恭喜三位，哈，恭喜恭喜，啊，沿途还有沿途的比赛哦，好唔好？繼續努力下繼續努力達標哦，沒呀，他就到此為止。還有年度的比賽，好不好？啊，三位朋友，拍攝順利啦，哈，再接再厲，好嘛？達標啊咧，好嘛？為到客家文化、客家歌曲達標啊咧，好，按這些，謝謝你們。好，按亞組唱安尼林彩麗，初上安尼為免在保衛。恭喜彩麗！得到日本嘅冠軍提名。哇，真係很歡喜啊！恭喜哦，恭喜啊前3名啊！哈，嘿，看到迄個參賽朋友，他安尼努力認真達標哦，真係非常的感動啦！哈，好，希望佢就繼續認真來啊，好好的表現，安尼好聽的歌曲俾大家來聽。係年度嘅啦，哈。係啊，還是我相信還有很多好唱歌的朋友，唔怕，將繼續來報名，尤其也係安尼今演出的簽。Q 人演出會簽1禮拜，下禮拜就會演出2啦。專門假的哦，專門假。所以下禮拜大家一定要看下啲節目，下禮拜動精彩哦，貼片的哦。當到大家所思的，啊，會唱歌的，就安尼客家嘅，就精彩嘅，傑出的演員，我哋做安尼節目。好，好嘛？好，一定要看啦，嚇！一開始好唱歌嘅邊個？加來報名，拜託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2。好，大家都來報名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員長安子謝，謝謝。什麼？常社長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哦！什麼小強大樂隊？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好，同時大家唔記得了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就係呢，9年大擂台，9年共下來，新年快樂哦！